到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朝圣是每个伊斯兰教徒梦寐以求的事，但在中国，穆斯林要梦想成真却并不简单。北京当局周一宣布，除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其他人不得组织朝觐活动，违法者依法惩处。有分析认为，北京对伊斯兰教徒出国朝觐一直存在戒心，担心外来激进思想会对管制带来冲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周一公布《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规定除了官方认可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其他人不可组织朝觐活动，违法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并非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符合参加官办申请团的资格。根据规定，整个审批程序是把爱国守法、品行端正列为申请者首要基本条件。据官方《环球时报》报道，该法规规定将于12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法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组织旅行。中国公民在申请朝觐时应满足基本要求。近年来，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包括来自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指控，指称该国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东突厥散居留营中关押了超过3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以使他们摆脱宗教信仰。台湾中亚学会的伊斯兰问题专家次建宇认为，基于配额限制和费用等原因，以往中国不少穆斯林为了达成心愿，会选择私下经由第三国甚至偷渡前往麦加。英国影子外相工党议员南迪近日写信给外相拉布，呼吁英国政府千万别在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维吾尔族议题前，让北京成为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一员，并一定要提醒具投票权的国家，千万要考虑候选者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贡献度。英国影子外相工党议员南迪近日写信给外相拉布，呼吁英国政府发挥作用，不应让人权罪行累累的中共再度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南迪在信中写道，依目前情况，中国并未符合作为人权理事会议员的标准。南迪直言，以维吾尔族集中营而言，各种证据已足够初步证明中共的行为是危害人类罪，且符合1948年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公约里种族灭绝的定义。南迪还强调，保持沉默就如同同谋。英国政府必须借此机会声援维吾尔人，在捍卫全世界人权议题上表明英国是足以被信任的。日本海上安保厅星期二称，通过外交渠道严正抗议2艘中国海警船继续停留在坚国诸岛海域。日本海上安保总部证实，2艘中国海警船只自上周日驶入日本领海后，曾反复试图接近日本渔船。日本海上安保部门则警告中方势力领海，并在渔船周围部署巡逻船，确保安全。据 NHK 公共广播公司称，这是中国船只今年以来第21次进入日本水域。东海群岛被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被中国称为钓鱼岛，长期以来一直引起两国之间的主权争议。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二在没有什么悬念的情况下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人权组织称这是黑暗的一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在日内瓦，共有47个成员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15个新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这15个国家是玻利维亚、英国、中国、古巴、法国、加蓬、科特迪瓦、马拉维、墨西哥、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塞内加尔、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3年任期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人权观察联合国主任路易斯·夏邦诺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古巴不应该当选安理会成员。这些被指控侵犯人权的国家不会阻止安理会揭露侵权行为。
在英国阿森纳队效力的厄齐尔支持阿塞拜疆军队发起的拯救被亚美尼亚占领土的行动。厄齐尔在社交媒体的账户上的帖子中使用“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词。他说，全世界应该认识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在法律上和国际上都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并已被非法占领。2008年3月，联合国大会批准了接受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和亚美尼亚部队撤离的决议。我仅提醒，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有效的，应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厄齐尔于去年12月发布的一条推特消息，指责中国政府破坏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他同时指责其他穆斯林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无动于衷。